有蟲害控制專家響東夫表示，床蝨未必可以一次就成功清除。俗稱個木蝨或者床蝨，屋企唔會無端端有木蝨，一定係喺外邊帶翻嚟嗰輪又嚟啊，或者有啲家私啊喐動啊，或者有人去旅行得閒你黐住去啲比較便利酒店啊，啲汽車工具比較環境差嘅地方就帶到入嚟。第三咧就係好多人就算買啲家私，唔排除啲家私多數係舊家私或者執翻嚟，人哋抌咗，人哋抌出嚟嗰啲可能會有木蝨嘅。如果穩陣啲，所有外來咪點都睇一睇咯。話譬如去旅行或者去到酒店有嘢咬，咁咪翻到嚟入到屋企之前喺走廊嗰凳啦，入到入廁所啊，檢查下啲衫啊，或者翻到嚟啲衣服盡量隔離先啦，冇咁桶裝住啊，或者揾個袋入住先，慢慢得閒就睇下啦。如果有陽光就曬下啦，跟住盡量洗下啦。其次盡量翻到嚟或者平時隔離咗有木蝨啦，定期去超市買啲低味或者水溶性即係預防下嘅殺蟲劑，周圍啲罅隙啊噴下咯，牆腳啊周圍藥水粉，盡量揾密度高嘅吸塵機周圍吸下咯，同埋噴木蝨千祈唔好住家唔好買個煙彈嚇。而家好興㗎嘛，三萬槍局翻嚟反效果。如果啲木蝨匿埋喺窿罅嗰度，你用啲煙用到夠，外露嗰啲可能會死。問題窿罅嗰啲就刺觸到佢，接觸到呢啲咁嘅神經劑，日夜都走出嚟，走散晒啊！嗰時你先揾專業殺蟲公司做啦，就難做啲嘅，因為你知香港人住嘅地方密度好高㗎，你揾殺蟲公司上嚟一次兩次三次都未必得嘅。